中午咱俩吃啥呀？哎，你做啥我吃啥。我看了这格林的纪录片，挺感人。妈，我给你做一辈子饭，你也没感动。哎呀妈呀，看个纪录片感动成那样了，还做饭去吧。本来想给你做顿好的，一看给你做顿油面，算了。行吧，浏览人够了。是具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智慧价值的绿色野生。大家吃过油面二下锅吗？知道油面二下锅是啥不？你不说这样油面是挺香的。蒸它一屉。做个二下锅的卤子，切点羊肉。来点油。来点葱姜。油面二下锅，这是第一锅，蒸熟以后再下第二锅，叫油面二下锅。吃饭也挺费劲的。好了，准备吃饭吧，老头子。来点汤，你吃吧。这连肉带菜，连汤带水的全有了。越吃越香。你不让那格林感动了吗？我心想给你凑合一顿吧，结果还吃香了给。哎呀，那个格林真是有情有义，跨越物种的这种感情啊。有的时候也是。我看我不如人家。你别说，这宝肠油面是挺好的。过去品种不一样，现在品种少。